这个台南会展中心是由经济部出资，那台南市政府出土地，那我们就一起把它完成了。未来有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台南会展中心呢，就可以做国际的会展。那结合台南本来已经有的文化美食的这个优势呢，看起来对吸引国际的展到台南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亮点。第一件事情很特别的，它就是在高铁站旁边哈。未来要服务高雄或云嘉南的朋友，他们来或北部的朋友来，其实是非常方便的。它是一个多功能的场馆。那所谓多功能，除了会议展览以外，活动、演唱会都会是这个场馆最主要的方向。在台南深耕将近20年的时间了，我们一开始就是进驻在南部科学园区当中，智泽科技一直都在各国去展览，不管是美国、德国，或者在台北也常常参加展览。那第一次终于有这么好的新的那个展厅可以开幕，让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面展览，我们是真的非常开心。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全国的好朋友一起来踏台南会展中心。今天是我们的开幕展，也是开幕首展，自动化机械展。那非常感谢《工商时报》，也感谢经济部的大力支持，能够让大台南会展中心能够如期如实顺利的开幕。那开幕一开幕就有一个大展，就是自动化机械展。我们将会在这个展览中呈现台南非常雄厚实力的这个一面，也看到了许多自动化机械能够引领台湾的经济发展或工业生产，成为下一个世代很重要的一步。那谢谢我们所有的这个包括《工商时报》、包括经济部在内，我们将会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也希望说大台南会展中心未来承接的南台湾很重要的一些开会、会议以及展览。那我们通过了层层的压力测试，也希望说，在这么好的场地，能够迎来许许多多包括企业界的商机，以及包括这个我们会展产业的欣欣向荣。欢迎大家来台南。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为表扬模范母亲对家庭的付出，台南市议会议长郭信良上午带着议会秘书长等一级的主管，以及这位当地议员陪同，第一站来到安南区的慈惠妈妈陈振玉贵的厝内，为模范母亲来祝贺。今年度的不管是慈惠妈妈或者慈心妈妈，还是自强妈妈，那每个妈妈都是在默默的付出，为自己的子女奉献付出她一生的辛劳与辛苦。那如果说出她一生的付出和辛劳呢，让我们各位来听起来的话，都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敬重与效法的人生的故事。那我们听了以后，看完了以后，就会知道如何的孝顺父母，要如何来对父母亲一生的付出呢，尽自己的孝道。像今天的模范母亲的妈妈呢，都是凭着平常的付出，教育自己的子女，让子女有成为社会大众共同的指标。平常默默的付出，关心弱势团体，照顾人家，值得我们效法。今年74岁陈振玉贵女士，虽然翁婿癌症过身，在厝门口来开饮料店，请用3名的子女。虽然生活并无富裕，但以身作则，乐善好施，嘛成为子女身教上好的模范。我今日真欢喜啦！对啊，你的付出大家。对哦，暗时咧困哦，拢偷笑啦。就讲哦，我儿子哦，2个儿子1个女儿，对我怎么这么好，这么好安尼啦。所以哦，这个哦，以后要对大家会更好安尼啊。另外一位慈心妈妈陈玉女士。因为大汉后生有精神的疾病，翁仔某离婚，但女士除了爱负担厝内的开销，另外佫身兼在职，请养2名的查某孙仔。现在查某孙仔拢已经大学毕业，精神使人敬佩。慈心妈妈呢是
照顾他，代替他父母亲来抚育他的孙子，成为社会大众大家公众认可的一个的女士那是非常值得社会大众来效法与模范。台南市今年推荐选出的模范母亲，有辛苦请用主乳的慈惠妈妈，也有家庭遭逢变故代替妈妈照顾，甚至是隔代教养的慈心妈妈，以及6岁单亲的自强妈妈等，总共60位的得主。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面对原本的托库活动中心，经过东华规划所改建的日间照顾中心，3号上午伫市长吴伟霆、立委王定宇等侪贵宾，甲在地乡亲的见证，用幸福港的新风区的心情来正式剪彩启用。3、2、1，请用钱。桃园长源综合长照机构正式开幕。非常适合包括咱人力，包括因空，包括规人，咱拢服务到。我们和源长源主要是以日照为主力，在包括送到这边的日照，还有包括居家的日照，还有包括喘息日照。什么叫喘息日照？就是讲，少年人伊做无用的无应该真正要对视大人、对老人的照顾有当时会作孽，所以讲3点钟、5点钟、2点钟安尼来维休这喘息所以咱真感谢咱林董事长率领的长照团队，能够在我们西丰区提供一个这么好的服务。透过政府甲民间的合作，未来这间中园机构将是综合性的日间照顾中心，提供全方位的照顾服务，来满足社区长辈不同的需求。开幕头一天，长辈嘛用活力来带动来宾做伙动起来，场面相当热烈。小区强调，这是要让社区长辈让就近来使用长期照顾的资源。听新闻管制采访报道。位于南区公61，也是原本健康市场的所在地。20年后，占地2公顷的家变成特色公园，号名健康烈酒公园。市府教育局用自有资源开3300万，经过当月时间，4号上午伫市长吴伟霆并这个议员、民代甲贵宾的见证，正式剪彩启用。3300万完全拢是市政府的经费，当初是要决定的时候，我嘛是足丢的足纠结的。哇，3300万呢，中央无补助呢，后来想讲参来甲开了所以就会当成就我们今天的这个非常漂亮的公园。接下来还有4300万的那个公园2公顷外，这土地即摆偌贵呢？以前一坪差不多20多万，即摆一坪40-50万啦。所以呢，这真抢市。所以呢，有这个公园呢，那像咱家己的外口一个咱的公园。所以阮的义工呢，拢每礼拜6，拢只整理环境。阮的里面呢，拢来这行路。因为这树仔部呢，就大大，因为呢，安尼起来树仔较栽。所以呢，阮会好来珍惜。感谢咱台南市政府呢，甲文南里斗骹手。过去罐头溪公园，现在万家公园拢发展特色，参照健康烈酒公园，伫1661年台湾船为故乡建造这座游戏场。听即天向前大船来啊，附近一个爸爸妈妈拢带囡仔来体验，大家参加欢喜甲。好到这里了。好不好玩？好玩。因为台南市大部分都是很罐头的公园，所以我们通常都要跑到别的县市去玩特色公园。那现在台南有这个很有特色的公园，所以我们就迫不及待想要赶快来玩看看。它少了一些遮阳的设备，所以感觉会蛮热的。是，就是溜滑梯的部分可能要
再注意不要烫伤。对，但是就是因为现在树木还没长高，然后其实这边遮阴的地方蛮少的，所以就是白天如果来会蛮热的。你现在树才刚种下去，你要移植那种成树，第一个费用很高，那没有关系，我们是否可以做？但是存活率很低，已经长成的大树要移植，存活率都很低。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就是说，有时候第一个可能必须要耐心一点，第二个我们看想办法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当初黄大洲在盖大安森林公园的时候，也是前面刚盖好都是光秃秃的，但是现在已经绿树成荫了。所以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个道理我们必须要了解。所以我们想办法来弥补这个绿荫空间不足，我们来想办法。好。根据干部局表示，市府持续推动地设公园，目前已经完成13座，今年也阁有3座施工当中，希望借着无同的游戏空间，让公园多元化，让亲子来遮感受幸福。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全美戏院国宝画师严正发，一笔一画，慢慢画出报道歌王文夏的模样，连续赶工。就是要赶伫咧8日之前完成100电影扛棒，金甘蔗雅典艺术家全美戏院合作推广，规划将大型文夏纪念扛棒挂伫咧民权路甲永和路口，并设立一块星光牌啊，模仿好莱坞星光大道的概念，借此纪念文夏，也推广金甘蔗雅典。差不多是2层楼啊的悬度，会挂伫对面吼，迄个所在，迄个挖角的所在。咱伫个街角的乡对面吼，涂骹有一个，这就是咱文夏的一个纪念的迄个标志吼，就是表示这是咱台湾歌神的星光大道吼，所以希望伊未来是讲，希望讲，咱少年人吼，若是排一个吉他吼，咱台湾咧做音乐的人足侪，咱台湾独立音乐制作者足侪，大家排一个吉他吼来伫遮吼，向咱文夏、咱台湾歌神来致敬吼，嘛感谢伊对台湾做遮济，咱拄则讲1200首的台湾歌。文夏的旧厝就伫咧民权路顶，吴俊峰回忆当年第一片时代，文夏就曾经伫戏院顶台办演唱会，迄个时阵会当讲是轰动全台南。文夏是阮民权路的老厝边啦吼，伊过去吼，拢定定来全美戏院看电影。伊慢慢来阮这个舞台做随便登台，伊文夏那个老师吼，阮足怀念伊的啦吼，即个办这个活动吼，咱是拢真自发心的，家己出钱出力，因为伊也就叫妈妈请你也保重，我想来保亲节做上好啊，而且伊文夏吼，阮遮的厝边我逐个拢有问过，讲文夏爱食啥物沙锅鸭啦，爱食打面啦。拢爱来阮全美看电影，所以拢常常伫遮出入真侪故事啦。想老师打造吼，无纪念吼，真无彩。所以即届真感谢即个单位也和阮配合，大家共同发心来办即场真盛大的活动。大型扛棒将伫咧5月8日母亲节当天挂伫咧戏院斜对面的路口。当天暗时，嘛有一场文夏主演的《再见台北》伫戏院内底播送。主办单位邀请民众免费售票入场。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伫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的邀请，美食发明家跳大师，同时嘛是台南市汉友会理事长廖胜芳，4号上午伫咧议会1楼干报室举办跳大师的韩诗发表会，一出场就以跳大师的茶红仔来吟诗。东山再起，庆庆。台湾政治不是非，
3分天行7分鬼，我要大水啊！朴大师因为甲韩国瑜是做兵的同伴，对韩国瑜竞选市长当选到总统的大选，市长被罢免顶阶段，朴大师拢尽心来观察，因此将期间收集的资讯来化作新诗的发表，有分作韩诗300首、韩诗大选、加罢韩诗定。书的发表会纯粹在探讨当时的那个环境里面所记录下的一个历史的书籍。那我们不是要去惊扰到韩国瑜因为他是我书中的男主角，那还有很多的配角在里面，他是我书中的笔下的一个主角。那么我们持平来看，就是说当时的氛围，让我们去回顾一下当时那种万马奔腾，大家拱他出来选总统的那种气势。那至于他往后，他已经在做这个公益这个点亮基金会了，他目前应该讲说叫做卧薪尝胆在疗伤的阶段我们不会去惊扰他，我也不会邀请他，我也不会给他帖子，我也不会透过任何的讯息去告诉他说我要出这本书，这是完全没有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韩国瑜手上有我的韩诗300首，是当时我当场送给他的，还有的韩诗大选的毛书还没有印刷的时候，我就送给他一本，还有第3本罢韩诗，当时他被罢免的那一天，在高雄的会场上，我亲自把手稿拿给他，所以他拥有我这3本的书的精华都是第一手拿到的。那我们当然希望很多的韩粉的立场，也是希望他能够是不是重出江湖，来为这个国家服务。那目前看起来他是没有这个迹象还是以做公益为主。那么我们就是默默的支持他。他只要信号一响，传令箭一发，所有的韩文他就会归队了。朴大师强调，3本的诗作发表完全是自身的观察，而且是个人出钱来出册，希望韩诗的发表会用成为民间韩流的一个记忆，等待这个韩流有机会会用再东山再起。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有感疫情期间，人民的生活受到冲击。社团法人台湾普利关怀协会这次特别发起关怀弱势活动，准备了白米、面条、食用油等生活物资，要来送给安平区的弱势家庭。活动这天，由台湾普利关怀协会理事长张慧芳、执行长张英山以及协会志工等人的大力赞助之下，将爱心的物资送到弱势朋友的手中。旁边还有水可以给你来拿一下。谢谢哈，母亲节快乐！我们普利食物银行举办这样子母亲节的活动已经是第7年了，每年我们都举办。那今天呢，因为肖区长的这个鼓励和支持呢，我们就来到了安平这边来举办这个活动。我们感谢很多的企业家来赞助我们每一年的活动。今年呢，家乐福呢送给我们每一位呢来参加活动的人一个蛋糕。那我觉得这个企业呢，能够赞助弱势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呢，我们的企业呢，虽然本身生意都受到伤害，但是还是没有忘掉我们这个弱势，让我们这些工作的同仁都非常的感动。政府资源有限，民间爱心无穷。安平区长萧泰华对着普利关怀协会无数的爱心奉献，表达万分的感谢。今天感谢我们普利关怀协会针对我们这母亲节这边办一个活动然后他们知道普利关怀协会一直以来除了办理食物银行之外他也办的到每个各区偏乡地方去做善事那今天选择在我们安平区这边针对我们这些长辈的办一个母亲节活动让长辈可以感觉到我们社会处处有爱心提升我们社会正面能量底下感谢普利关怀协会。除了捐赠生活物资，协会嘛邀请价值单位一同做爱心。参像是家乐福就赞助了母亲节鸡蛋糕，还有义诊以及义诊的单位，种种的大型安排，也让这场孝感5月天的活动更加温馨。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无患母亲真甲水水，等待着连面要上台领奖。再一次的掌声，恭喜我们的获奖人，我们的杨卢秀美女士。南区区公所感念妈妈辛劳，在母亲节进前举办模范母亲表扬活动。不过因为拄着疫情的关系，
活动地点也由原本伫饭店改为伫咧区公所头前的区政广场举办。会中由南区区长肖秀华亲自颁发牌匾甲礼品，予每一位模范妈妈表达感恩之意。为了感谢妈妈们这1年来的辛苦，我们特别在今天举办了模范母亲的一个表扬活动。那今年里社区共推派了18位模范母亲，那其中我们也有1位会代表我们南区去参加市府的一个表扬。那我们今年是第2次跟静新科技合作，非常感谢静新科技提供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内容哈，包括美容，然后包括美发，还有一些相关的手工皂的一个制作哈，让妈妈除了来参加表扬活动以外，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氛围。今年的表扬活动，区公所也特别甲静新生技公司合作，除了伫现场教导参与民众制造手工精油皂，同时也邀请华德公家时尚造型科师生为模范妈妈整理造型。华德公家时尚造型科，还有我们的造型师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学生哈，一起到这边来服务我们的辛苦妈妈们。好，那我们学生呢，平常在学校的学习哈，就是以整体造型为主，所以我们今天呢，也非常高兴呢，有这个机会能够来服务我们社区的妈妈哈，也谢谢我们的市政府，还有我们的区公所。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帮妈妈好做脸啊，还是说帮她做化妆。那我们有做一些像头发的一些造型哈，那也跟华德公家一起来合作，像妈妈他们要做一些美甲彩绘，可以现场他们做漂亮。那我们今天的精油皂的主题是针对比较艺术花皂。那精油皂的部分，我们让妈妈做的是一些康乃馨或爱心钻石，让他们体验怎么做完，然后怎么这个过程做成型成膜，然后就可以带回去这样做纪念哈。看到妈妈面上欢喜的表情，也好协助看水水的华德公家学生，拢非常欢喜，会当有这次协助社会机会。很开心可以来到这边帮忙，然后也学到很多，也可以让自己的技术更加一层。18位南区的模范母亲，伫家属陪伴，以上台接受表扬。每一位妈妈的背后，也有令人感动的故事。区公所感谢因对着家庭以及社会付出甲贡献，也向所有的母亲致上上悬敬意，并祝福因母亲节快乐。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原市立堆球场使用已经将近30档拢无整修，政府即摆因为有定的开辟计划道路，所以需要配合搬迁。市府来向教育部体育署争取补助兴建计划经费。由体育署补助1050万，市府提供450万，甲原本的堆球场迁移顶建。这个槌球场年纪已经很大了，怎么样让它变成一个更新的？我记得我在当议员的时候，那时候槌球运动才刚刚开始，大家很喜欢年纪大的、年长的，还有包括年轻的，因为槌球运动量够，它又不需要像高尔夫那样子那个是变成很有钱的人才在外国不一定是很有钱，在台湾是高而富，但是槌球是很有意思，那也能够这个促进你的运动神经，那有可能让你变得更健康，所以在一时之间很短的时间内，很多人都风靡槌球运动，但是槌球运动需要场地，所以以前我在台南县当议员，台南县那边比较容易找到场地，因为地方比较大。市立槌球场我们已经30多年了，经过整修，感谢中央体育署补助我们多少？补助我们1000万，我们自筹450万他们补助1050万，加起来1500万，赶快把它做完，要不然如果现在才开工的话，应该就因为物价钢材、水泥都上涨了所以谢谢。我们中央还有谢谢议会通过垫付案，很快的时间，我们450万是议会通过垫付案，所以能够赶快如期如职的完工。堆球场当时配合台南绿能的政策，设置太阳能的供电设施的厝顶，除了会当提供民众来挡日头以外，嘛会当互整体环境更舒适。新球场启用台南市长吴惠国教育局长郑新辉，台南市体育总会理事长吴志祥，也佫有真侪位议员嘛拢做伙到现场来进行开球的仪式。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